是骷髅军团来了！人王来了！全场控制，谁动杀谁！全场控制，谁动杀谁！才王，天下最有钱的人，还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你想干什么？黄金谷盲盒，举世无双，开盒就是惊喜。你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这么说来，你知道了？那当然，我要不知道，我又怎会带着世界最强骷髅军团来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场神秘而盛大的黄金盲盒拍卖会，就是我为你这位富可敌人的才王精心安排的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个专为我设下的陷阱？不错，为你精心布展的陷阱。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可以展开说说。你们都想知道这黄金盲盒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想开！行，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这决定了才王生死的天价盲盒之下，到底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那是什么？像是玉玺，玉玺旁边还有个小瓶子。这大秦玉玺和徐福仙丹代表着权力和长生，天下人都梦寐以求，我就知道你也逃不过。所以，是你放在里面，并向我透露消息的。没错，不然我有什么能耐请得动大名鼎鼎的才王大人呢？你请我想干什么？我们骷髅军团可是世界级邪恶组织，一个炸弹出去，炸的全是钱。可我们只知道怎么花钱，不知道怎么赚钱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所以，你是想找我借钱？不，借这个字用的太俗，我更乐意说成抢，毕竟借了的还，抢了不用还，是不是？很好，那你打算怎么抢？道理很简单，把你的所有资金和股票都转让给我，否则砰的一声，我就让你的脑袋开花。夜王，恐怖之王，果然是老谋深算。那有没有想过，我知道这是一个陷阱，然后也有我的安排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只知道我是才王，不知道我还有另一张脸，让你看看吧。杀野主宰，老黄！你是暗夜主宰，狼皇。现在，你是想抢我，还是想杀我？不可能！暗夜狼皇如同传说般存在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你不可能是，你肯定是冒充的。你可以这么认为，但我要解决你了。狼皇为何在？四大杀神的3位，跟在身边的难道是凤凰？他真的是狼皇，当是神一样的人物啊！狼皇才王，当世排名第1、第2的传奇，竟然同是一个人，真是堪比明月星辰般的人物。不是要抢我吗？赶紧动手啊，不然我动手了。我罪该万死，求老皇大人饶命！晚了，我饶你的命，你又可能饶过那些死于战火中的弱者？天理昭昭，不容邪恶。如今，我要你眼睁睁看着你的刽子手如何被消灭殆尽。骷髅军团残害无辜，十恶不赦，杀！报告狼皇大人，
人已将骷髅恐怖分子全部解决干净。现在轮到你上路了。老皇饶命啊！恐怖分子，我从来不饶。狼皇大人威武！皇大人威武！小妹，哥，你在哪儿？赶紧救救我们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妹，你慢点说。爸被人打死了，快点！你说什么？妈在摆摊的时候，有个男的当众羞辱她，爸跟他理论，他就喊人把爸打死了。妈的，还在打电话，开过去，揍死他们！知道吗？这就是得罪豹爷的下场，还敢报警？去火葬场报吧！你们这些恶魔会找报应的！你在哪儿啊？小妹，等我，我立刻回来！立刻给我调狼皇军团，兵围青州城，扫除黑恶。遵命。不图尔等誓不为人。张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妈妈，她只有一口气了，赶紧啊，求你了！豹爷已经发话了，如果谁敢救你妈，他就要谁的命，连医院都踏平。青天白日的，还有王法吗？求你帮我救救吧，医生，求你了！我妈是个老实人，那就是我的命啊，求你了！我也同情你，谁让你得罪的是豹爷呢？那可是青州的阎王，我也怕死。我给你磕头了，医生，你帮我救救吧！我妈出事，我没法活了，医生。也是可怜人。好了好了，你起来吧，我悄悄帮你救，到时候你别卖了我就行。起来。你敢给他救了试试？峰哥饶命！峰哥饶命！我只是逗他玩，不会真把。老子跟随豹爷打下青州半壁江山，权势滔天，狗见了老子都得下跪。你敢忤逆老子？没有，峰哥是我心中的神，求你可怜可怜我吧！我家里还有摊子老妈，女儿才3岁，饶我一次吧！你家里还有摊子老妈，女儿才3岁是吧？是的。你一个人死了，他们肯定孤单，那就让他们陪你一起死吧。老爸在，知道怎么做了吗？知道，灭他全家。对不起，峰哥，我错了，求你饶命，求你饶命啊！青州首富吴天海，青州战神王江，青州地下龙头陈天六。全体恭给狼皇大人。青州首富吴天海，青州战神王江，青州地下龙头陈天六。恭迎狼皇大人。我可警告你们，我妹只要被人伤害1根头发，我把整个青州都踏灭。誓死效忠狼皇，为皇妹复仇。将青州绝地3尺也要把我妹找到，赶紧，立刻！誓死遵命。在青州，敢不听豹爷的，还活着干什么？怎么样，感受到触怒豹爷的后果了吗？我没有触怒豹爷，是豹爷儿子我妈。你妈怎么了？豹爷
也有钱有势有地位，你妈都50多岁了，放一下怎么了？就算老子现在要她的命，要你全家的命，又怎么了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惹豹爷。您跟豹爷说说好话，喊一声救救我妈吧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求你，我拜托你们打死我，我不能再失去我妈了，求你了。没听说过吗？惹豹爷的人就得灭门。不过我很喜欢把对手给玩死，尤其是你这种纯天然的村姑，我还没玩过的，可以带回去陪你好好玩玩。走吧，把他带走。是，峰哥。报告狼皇大人，已查到皇妹就在这家医院，给我围起来！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！是，刀哥。求你们了，救救我妈妈！别喊了，当时能救你妈的只有阎王，而豹爷就是阎王。救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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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，赶紧给我找！我妹妹要是出事，你们都得死！妈的，我操！小妹！妈的，我操！小妹，哥，你救我！救妈！立刻放了我妹！小子，你是在命令我？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老子管你是谁！我的杀气已经在心里狂飙，你最好是主动跪下来受死，否则你承受不了我的怒火。藏得无边无际，你以为带几个人就能吓到老子？是没有听说过我青州疯狗的名号吗？青州疯狗什么玩意儿？10年前的青州有一个人用一把菜刀从街头砍到街尾，一口气砍翻300人。本来这种狂人是要判死刑的，但豹爷亲自出面，用10个亿买我一条命。在后来的10年，我一个人砍下青州半座城。扛刀的谁见我问一声峰哥？青州的任何地方，我一句话都有10万兄弟为我卖命。你竟然带几个喽啰出来吓我！你的故事挺不错，而我的故事没法跟你讲，所以我决定直接用行动告诉你。傻天，在！给我打断他的双腿，让他跪在我面前说话。岂有此理！在青州居然还有人想砍我，给老子废了他！给老子废了他！还装逼，去死吧！我真不想杀这种没有任何存在感的蝼蚁。过来，捅我！怕什么？插他呀！怎么？要老子执行帮规吗？跪还是不跪？能打了不起啊！在青州拼的是权势，冥顽不灵。老子的拳头就是资格，你不服？刀疤，给我杀了他！小子，放开峰哥，否则我杀了你！
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是个疯子，竟敢杀我的人！你觉得我不敢？过去，跪着跟我大哥说话。看来，你觉得你的骨头比我的子弹硬。好，别打了，我跪，我跪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哥，妈死了。小梅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知道自己得罪的是什么人。林家和豹爷的怒火不是你们承受得起的。你在说什么？再给我说一遍！我告诉你，林家在青州可是4大门阀之一，黑白两道都有人。林家老爷子乃青州武林盟主，位高辈尊。豹爷乃是青州地下王，还有林二爷可是北境9星战神，哪一个都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你动我就是作死！林家如此丧尽天良，原来是有这种背景。怕了吗？现在跪下道歉还来得及，晚了你9族都覆灭。区区林家，弹指可灭，也配在我面前张狂？小妹，那个打死了妈的人是谁？就是林天豹，别人都喊豹爷。好，沙天在，立马给我找出林天豹的地址，我要去俘了他，把这家伙给我拖过去，我要当着林家的面处决他。是，走。哥，等等，小妹，还有事吗？妈还在病房里，你赶紧找医生帮忙救救她吧。是吗？在哪儿？带我去看看。这边，你跟我来。妈。妈怎么了？他被车撞了。怎么又被车撞了？就是林家打死爸之后，又在我和妈护送他尸体回家的路上找人开车撞我们。当时我没注意，没有保护好妈。妈，岂有此理！不灭林家，天理不容！小妹，你让开，我来替妈看看。怎么样，哥？妈还活着吗？没事的，小妹，妈还有呼吸，只是休克我能救。你醒了，小燕，妈，你醒了就好。你看谁回来了？无伤。是的，妈，我回来了，没事了，我会保护好你们的。可是，你爸被坏人打死了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找那些王八蛋算账的。哥。我会找那些王八蛋算账的。哥，哥，小妹，我知道你在外混这些年有些能量，
可林家就是青州的老虎，不能惹的。算他是青州的巨龙，遇到我也得让他变成病猫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知道这件事是怎么惹起的。就是妈在街边卖菜，还要妈去跟他开房，妈拒绝了，他就破口大骂，还让保镖打他。什么？林家如此作死，那我便将他们连根拔起，斩草除根。立刻打电话给林天豹，告诉他我要过去杀了他。什么？又是？我就在青州1号，有种你过来。豹爷，谁惹您生气了？要我去杀了他吗？不用了，他马上过来。你立刻给我调4大电王过来，让他见识见识我青州会的能量。是。豹爷有令，有人来青州1号找事，让你们立刻带人过来护驾。神来杀神，魔来杀魔。豹爷，是哪个小可爱啊？这么作死，敢惹您？就是那个卖菜老太婆的儿子，说要找我报仇，真是笑掉我大牙。谁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道连火葬场都得感谢豹爷的支持吗？一个在外面可能混了点能量的家伙，不知道青州的天有多黑吧？但我会让他见识的。看来今天有好戏看了。听说豹爷出道时手起刀落，一口气砍过300多个人，后来当上大哥都是让手下做。今天豹爷会不会亲自动手，让我们也长点见识？我确实有10年没有出过手了，但今天我必须亲手剁了他。好，期待豹爷出手。如果能看豹爷大开杀戒，今天输这几百万都值了。我也有些手痒了，就怕他是个嘴炮，怕死不敢来。哪个是林天豹？给我滚出来！哪个是林天豹？给我滚出来！找死！敢这么跟豹爷说话！我林天豹没有这么丢脸的手下，知道该怎么做吧？知道，豹爷。豹爷，饶命啊！豹爷，饶命啊！小子，见过我杀人的本事了吗？是的，你很恶，也很毒，是个祸国殃民的渣子，王八！青狐，我不想看见有人在我面前很气派的样子，先把他带来的人给我杀了吧。是，豹爷。你们能自己把脖子抹了，别脏了我的手吗？哼，你这种货色都不够我打，让我小弟收拾你吧。来，岂有此理！无知小辈，敢跟我狂，去死吧！你报告主上，已经解决。就这种废人，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就这种废人，你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？岂有此理！你以为自己有点武力就了不起，却不知整个青州道都是我的。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若不是我想全面摧毁你，让你在恐惧中死去，此刻你已经是死人了。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猖狂？你不是有能量吗？全亮出来，看我如何跟你一起摧毁！很好，今日我就让见识见识。你打吧，我等你。赶紧的，你的人过来没有？
青湖被那个老太婆的儿子杀了。好，赶紧的。等着吧，人马上就到。我想问问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干什么？你纵容他仗势欺人，是这世界的毒瘤。你喊出来，我帮你废了他。你说什么？你敢碰我儿子一下，我就要你的命！沙天，在。他儿子的资料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姓林，名人龙，寓意人中之龙的意思。20岁，经常有猥亵中老年妇女的习惯。谁如果拒绝或者不配合，他就让保镖动手打人。现在7里塞别墅的家中，立刻让凤凰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亲自审判这个恶魔。立刻让凤凰给我抓过来，我要亲自审判这个恶魔。是。主人有令，立即对林人龙动手。呵呵，还装腔作势，以为我怕你？你说什么？我装腔作势？不然呢？我林家保镖几十人，宛如铜墙铁壁看守。你有什么本事抓我儿子？别说你家保镖几十人，就是几千人又如何？我一句话就能摧枯拉朽，踏平林家。装，继续装，一会儿你就知道怎么死了。包爷。天霸，你们来了，赶紧的把这小子给我宰了，我要把他剁碎了喂狗。就是他吗，豹爷？就是他，还有他的帮手，都一起灭了吧？好说。你也算个人物，居然惊动青州4大天王。什么玩意儿？自己滚！岂有此理！我锤死你！妈的，你偷袭我！打你这种货色还用偷袭？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太狂了，在我的地盘上竟然如此狂妄！赶紧上，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，为老大报仇！爸，我这里出现了武功化境的高手，赶紧从武林盟调点高手过来啊！主人，已解决。这屋里的，除他之外，只要不是我们的人，全抓起来，丢永业监狱去。是。这位大哥饶命啊！我们只是来这里打牌的。我是个狠人，只要跟他有关系的，一个都不放过。动手！是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主人，已制服，都拖出去。是。现在咱们可以好好聊聊了。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！疯子，你是个疯子！是的，很早就有人说我是疯子，但后来更多的人叫我魔鬼。当然，都是坏人这么说，好人的话都叫我英雄，因为我是天下所有恶人的恶魔。越恶的人遇到我就越恐惧。我知道你擅长武道，可我家老爷子是青州武林盟主，他一句话，整个青州的高手都会追杀你。你最好悬崖勒马，不要与我作对。青州武林盟主养出你这样的儿子，也是个武林败类。喊他来，我替你杀了他吧。疯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爸已经带着青州2大绝世高手赶来，你的人跟他们比起来屁都不是。记得我说早就可以杀了你，只是想慢慢摧毁你。我等的就是你背后的人出来，将他们一个一个杀死在你面前，包括你的儿子、你的老子，就是不知道他们谁先到，谁先到就谁先去地府见阎王。喂，主人，凤凰已经带林人龙到了。是吗？很好，把人给我带进来。是。主人让你把人带下来。嚣张跋扈、至高无上的豹爷，你儿子来了，好戏马上开始了。不可能！
你不可能破开我别墅的安保和防御，抓住我儿子！爸，救我！他们打我，狠狠地打我！别墅里那么多保镖，他是怎么抓到你的？他是魔鬼，他把那些保镖全都杀了，然后我受不了了，我好痛，全身都痛。你开个条件，放了我儿子。什么？放了你儿子啊？是的，条件你开，要多少钱？钱？你觉得钱能解决所有事情？还是老子缺钱？那你想怎样？你儿子欺负我妈，还把我爸打死，你问我想怎样？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要你痛失亲人，我要你痛不欲生，我要你在绝望中哀嚎的死去。立刻把他的双脚给我打断。是。爸，救我！求求你，别打我儿子，求你了，放过他吧！求求你，别打我儿子，求你了，放过他吧！听说有人惹到你，你动辄就将人灭门。听说你的残酷手段支撑起大半个青州的药店生意。听说连青州火葬场一半的收入都得感谢你。你在践踏别人的时候，可听过别人的哀求？可有半丝心软仁慈？可想过恶有恶报？我爸妈60岁，你都下得了身手，指望我饶你？再给我把他的手打断！是。爸，救我！求求你了，我错了，我以后改。你改？你以为我会给你改的机会？从你作恶的开始，你绝望的命运就已无法更改。60岁的老人啊，你都下得了手？告诉我，哪只手摸的？我不知道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老子在问你话，再不说，信不信我把你头打爆？我说，是左手。左手是吧？放过我儿子，求你了，放过我儿子！滚！我家权势滔天，你斗不过的。我二弟可是北境战神，你斗我林家，他一声令下，天涯海角都会追杀你的。战神？是的，战神，大帝亲自授予勋章的战神。是的，战神，大帝亲自授予勋章的战神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是全球的战神见了我都得对我跪后称王。你说我是谁？你疯子！你是我不是疯子，我是魔鬼，所有恶人眼中的魔鬼。谁敢回我林家试试？爸，你来了，赶紧救人龙啊！哎，天豹，救我！我要死了！爸，就是他打的，杀了他！你竟敢狂妄如此，打我林家之后，你要知道我是谁，就不会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了。我管你是谁，惹我林家，都必灰飞烟灭。果然都是你这老东西惯的。今日，我便以强压你，以狠回你。少废话了，先放了我孙儿，我跟你打。你跟我打可以，但人放不了。你跟我打可以，但人放不了。岂有此理！30年来，青州这地方还没人敢如此语气跟我说话。今日若不屠你，我林九天誓不为人。分雷，盟主，给我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放心吧，盟主，此等小贼，我动动手指都能捏死他。捏，赶紧捏！今日不将他碎尸万段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盟主放心，我一定替您杀他。小子，得罪盟主，自己跪下受死吧，否则我的奔雷掌会把你炸成焦炭。你还不配和我动手，我让个女部将杀你吧。凤凰，在，主人。
此人习武张火，给我在1招之内废了他。遵命。真是笑话，让一个女人在1招之内废我，你是不知道老子在青州武道排名第2吗？就算你排名第1，照杀。算了吧，美女，我看你这么漂亮，打死了可惜，不如你做我情人，我饶你不死。主人，我有个请求。什么？我想用10招打死他。为什么？我想用10招打死他。为什么？他太可恶了，1招打死太便宜他。我想1招打败他，再用9招加剧他的痛苦和恐惧，将他打死。可以。谢主人。记好了，10招送你父皇拳，下地狱。岂有此理！今日若不让你死于奔雷拳下，是我之耻！奔雷拳，去死吧！奔雷竟然败了！主人，已完成任务。很好。怎么，你林家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有如此强大的武道？你想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是谁？你想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是谁？以你的能量，还不配知道。岂有此理！就算你有杀人计，却不知我家老二来北京战神，手握雄兵，一声令下，便将你屠得寸草不生。他能不能屠得我寸草不生，我不知道，但今天我要把你屠得寸草不生，已是铁板钉钉。老家伙，自己跪下受禄吧，否则会死得很惨。我乃武林盟主，称雄青州多年，你以为我怕你？有本事你动我试试！那就试试吧。凤凰在，给我把他也打跪下说话。遵命。反了天了！竟敢动我！影子在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无影刀，去死吧！老家伙，轮到你了。我们能不能再谈一谈？你想怎么谈？我孙儿打死你爸是他的不对，你开个条件，我愿意赔偿。是吗？是的。行，我要你林家倾家荡产，毁于一败。你们父子自裁在我面前，我就放过林家其他人，否则整个林家都将荡然无存。我要你林家倾家荡产，毁于一旦。你们父子自裁在我面前，我就放过林家其他人，否则整个林家都将荡然无存。岂有此理！我让步于你，你竟不知好歹，得寸进尺！你是真不知我背后能量，动我会有什么后果吗？你不知道，我要做事，从不管对手是谁。凤凰，解决他。是。你们这些恶魔，我二弟可是战神，他会杀了你的。杀我？现在你看清楚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要送他上路。不，求你了，求你放他一马！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答应。我不要你做什么，我只要你承担作恶的后果。任人宰割，痛死亲人的感觉怎么样？你这个恶魔，我和你拼了！立刻给我彻查林家在青州的势力，所有财产充公，有罪都不能入狱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立刻给我彻查林家在青州的势力，所有财产充公，有罪都不能入狱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是。青州的天该亮了。
小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林家的事儿都解决了，都解决了？什么意思？我已将林家踏平，青州再无林家。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林家那么强大，你怎么能踏平林家？这个你就放心吧，我回来了。别说青州，就算全世界，也没人敢再欺负你。谁欺负你，跟我说，我让他消失。好吧，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哥，你做事要小心点儿。爸走了，我可不想你再出事。知道。对了，小妹，妹夫呢？怎么不见妹夫？别提那个王八蛋了。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他和人开了个赌场，天天赌，把家里值钱的都卖光了。最近赢了些钱，就在外面找了狐狸精，1个月都不回来一次。还有这样的事儿？我去找他。哥，等等。这样的混蛋，你还想为他求情吗？不是，是我想起一件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妈在翻找爸遗物的时候，竟然找到一封婚书，里面有爸和青州上官家主指腹为婚的信物。婚书说，双方后人必遵约定，男女婚配，谁若违背，必遭天谴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，你是有女朋友了吗？不是，只是……算了，既然是爸的遗愿，我还是去吧。这是我存的2万块钱，你拿去买点聘礼吧。小妹，不用了，我有钱。那上官家族可是青州大财阀，你别太磕碜了去。没事儿，还轮不到他小瞧我。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小美人，别怕嘛，哥哥只是想爱你。自己滚！我可是顾家大少，人帅多金，平常都是美女倒追我的。我不稀罕。你这么不识抬举，是逼哥哥霸王硬上弓啊！刀疤在，给我用药迷晕了带回去。收到。哈哈，顾少又要做新郎了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小子，你干什么？想管闲事吗？在我没生气之前，自己滚！小子，你是真不知顾家的实力恐怖吗？狗见了顾家都绕道走，你非要来作死！三狗，和他废话什么？直接捅不好吗？是。居然用烈性迷药！美女，没事，有我呢，有我呢。好热！这些王八蛋！小子，你别乱来，我可是顾家大少，要钱有钱，有势有势。那我要你上新闻！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干什么了。大哥，你好帅，我好喜欢你。大哥，你好帅，我好喜欢你。喂，美女，醒醒，醒醒！我不行，我要你做我男朋友。喂，别这样。啊，好热！顾少，我喜欢你。二哥，你干什么？不讲自情，我要你给我生孩子。走吧，帅哥，我也要给你生孩子。这种毒若不能释放，非死即残。你我虽萍水相逢，也算有缘，我就救你一次吧。
没干什么，就帮你解了毒。解毒？解什么毒？你在大街上被几个流氓拦住，强行用了烈性迷药，浑身难受。如果没有爱情滋润，非死即残。所以我就带你来了酒店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个什么叫顾少的，真混蛋。谢谢你啊，帅哥。不用谢，救人一命，侠之本分。下次遇到这样的事儿，我还会出手的。帅哥，你真好，不但乐于助人，还长这么帅。生来就这么优秀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帅哥，你看，你人这么好，而且我人都给你了，要不你干脆就做我男朋友嘛，也是缘分。这不行，我有未婚妻。是吗？是的，我就是去未婚妻家的路上遇到你。那可惜了。忘了吧，我也只是帮你解了个毒，没有别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本来把第一次留给我未来老公的，但现在……怎么，你还是第一次？那当然，人家恋爱都没谈过，手都没给人牵，肯定是第一次的。不可能吧？还真是第一次。人家还会骗你吗？好吧，可惜我们有份无缘，我先走了。帅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是舍不得走，还想躺着睡会儿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就是看看床底有没有摄像头。走了，小哥哥慢走啊！有缘再见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这里是上官家吗？是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和上官大小姐上官美娇有一桩婚约，今日特上门求亲。什么？你找美娇小姐求亲？你有钱镜子照过自己是什么东西吗？就你这样，给美娇小姐提鞋都不配吧，还求亲？一个保安都这么狗眼看人低了吗？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狗眼看人低，难道你耳朵也有问题？妈的，这么嚣张！今天不教训你，你不知道能在豪门当保安的能量。蝼蚁可恨。怎么还要教训我吗？不，大哥，你请进，请进。老爷，有人来挑事儿。谁挑事儿？他。你好，你谁呀？你认识秦大海吗？秦大海，认识啊，怎么了？你跟他是不是有过一桩婚约？是的。怎么？你是秦大海的儿子？是的。我今天上门来履行婚约。你真是秦大海的儿子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目前待业。待业？那之前在干什么？在战部服役。也就是说没什么事业成就咯？你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女儿，不想履行婚约吗？也不是这样，只是我女儿很优秀，也很挑剔。是吗？我倒想看看她有多优秀和多挑剔。美娇，你过来下，你未婚夫来找你了。他马上过来，你先坐吧。你爸呢？现在怎么样？前几天出事，已经故去了。什么？已经死了？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就是惹到了恶霸，被打死了。什么？被恶霸打死？你家这么弱小的吗？恶霸已伏法，都过去了。这样的话，美娇恐怕就更不会愿意了。爸，哪里来的未婚夫啊？爸，哪来的未婚夫啊？来，美娇，这是我之前跟你提过指腹为婚的对象。就他嘛，干什么的？哦，目前自由职业。什么？自由职业？
那你怎么好意思来我家提亲？这是我爸跟你爸之间定下的婚约，我来履行而已，跟好不好意思有什么关系？你来之前是没有打听我们上官家族的地位实力，还是你就是想来硬蹭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们上官家族的地位实力，我也不关心，因为在我眼里，这世界不会有人比我更有地位实力。呵呵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世界财王还是暗夜狼皇？他们两个加起来才能等于我。疯了！你是真疯了！一个带岗打工仔，竟敢大言不惭说自己站在世界巅峰。这种人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还不让他赶紧滚，留在上官家族给我们丢脸吗？小琴啊，你看，虽然我和你爸有指腹为婚，但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两家的这个情况确实差距太大，不般配，所以不般配。我爸遗书说，当初他是战将，你是平民，他当你是兄弟，与你指腹为婚，还让我不要嫌贫爱富，必须守约，否则必遭天谴。现在你觉得我们不般配？就是不般配，怎么了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还理直气壮了？好了，不争了。我有个解决办法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解决办法？我和你爸有婚约是事实，但你和美娇不配也是事实。你不过是想有一些收获嘛，不如我们冠补你100万，解除婚约。美娇自由了，你也赚到了钱，两全其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怎么？你觉得我缺钱？你不缺钱，为什么拿着婚书来娶美娇？就是，明明穷得无耻，还不承认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今天来上官家族，仅仅只是想兑现我爸的承诺。其实上官家族在我眼里一文不值，我的财富就算1万个上官家族也不够格比。吹这么大的牛吗？自己滚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就是，本来还想当乞丐把你打发了，你还如此大言不惭，我懒得理你，自己滚，有多远滚多远。大姐，在吵什么？咦，小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来提亲啊？怎么？这是你家？我家啊。提亲？找谁提亲啊？提亲？找谁提亲啊？怎么了，一雪？你认识这癞蛤蟆？姐，你怎么说他是癞蛤蟆？发生什么了？一个从外地回来的打工仔妄想娶我，不是癞蛤蟆是什么？我都说了，如果不是有父辈的婚书，就你这样的，排着队求我，我都不会多看一眼。少给自己脸上贴金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我这样的排着队求你都不多看一眼，你真不找镜子照照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？我已经说了愿意补偿100万了。既然给了你们机会，你们不珍惜，婚书作废吧。我走了，好自为之。喂，小哥哥，等等。怎么？爸，是姐和这个小哥哥有婚约，姐不想嫁吗？是，怎么了？既然有婚约，就该兑现承诺。姐姐如果不想嫁，我带姐姐嫁吧。你说什么？一雪，你疯了！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脑子进水了吗？你可是青州第一美女，多少名门公子喜欢，你居然要嫁给一个打工仔？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们欠别人的约定就该兑现，何况小哥哥这么帅，也不差好吧？我真没想你傻成这样，你要嫁你自己嫁。小哥哥，我带我姐嫁给你，你愿意吗？你得想清楚，我无依无靠，也没背景，现在还待业孑然一身，一无所有。你跟我不会有什么出息。我觉得你是个好人，就够了。好人这一点我确定，没有人比我更好了。那就行了。爸，就让我嫁给他吧。不行，1万个不行！为什么？我养你这么大，是希望你能嫁入豪门，你竟然嫁给一个打工仔！你是想让我上官家族成为整个青州的笑话吗？你让我颜面何存？我不稀罕什么豪门，我只想找个自己喜欢的人，能对我好的人。不要太天真了，他这种无赖，把你卖了都不知道。不会的，小哥哥是好人。屁的好人，就是个想吃软饭的无赖。上官中天，别再狗眼看人低了。伊雪若嫁我，我会把整个青州城都送给她，让她做青州的女王。上官中天，别再狗眼看人低了。伊雪若嫁我，我会把整个青州城都送给她，
让她做青州的女王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把整个青州城送给他？你以为你是青州总督吗？青州总督见了我也得下跪。疯了，你是真疯了，居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。就是，单凭这一句话，告到总督署，都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小哥哥，本来我还觉得你人好，没想你如此口无足拦，随便讲大话，你会惹祸上身的。一雪，没骗你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一个普通老百姓，居然说总督都得跪你，这要是被执法队知道，得抓你去坐牢。你这么说，只是不知道我的能量而已。你有能量？那别吹牛，拿出来看啊！你想看什么？就别吹那种总督见了你都得下跪的牛了。你先拿几百万出来，让我看看你脱贫没有，能吗？几百万太少了，我可以让青州首富到这里来见我。你要看多少钱，他都可以满足你。什么？你喊青州首富来见你？你是真搞笑！就你这种身份，见过青州首富什么样子吗？你这种人，我要不亮点筹码给你，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有眼无珠。行，我就让他过来，让你们上官家族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。别客气，赶紧喊来，我看你装了怎么下台。让青州首富立刻来上官家族见我。让青州首富立刻来上官家族见我。等着吧，不出10分钟，青州首富就得来见我。我呸！你能要脸点吗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人了？随便打个电话，青州首富都会来见你。小哥哥，你还是走吧。本来我对你还挺有好感，愿意帮我姐兑现婚约，可你这也太不靠谱了，这种牛都吹得出来。一雪，我真没吹牛。我已经很单纯了，我都不信你了。你还说自己没吹牛？一雪，你总算醒悟了，他根本就是个傻子。你要是嫁给他，这辈子都毁了。一雪要嫁给谁啊？江少，你来了。我说了要来向你提亲的，你忘了？是吗？江少，你是来向我提亲的吗？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认识了我江少佐，就等于捡到了幸福。管家，上礼单。是。江少向上官家族提亲礼单如下：七凤山限量版别墅10栋，豪车劳斯莱斯10辆，价值3亿，清明上河图1幅，现金5亿。请上官家主收下。怎么样，打工仔？看见江少向我提亲是什么排场了吗？感到羞愧吗？怎么样，打工仔？看见江少向我提亲是什么排场了吗？感到羞愧吗？什么？他找你提亲？是的，他拿着以前指腹为亲的婚书，非要我嫁给他，简直把我气死了。岂有此理！什么身份敢向我的女人提亲？今天要不跪下给老子说声对不起，我让你在青州灰飞烟灭！哦，你还有这能量？怎么，你怀疑我？确实怀疑。我怀疑你今天会出大事儿。岂有此理！你敢咒我？信不信我用钱都能砸死你？我不信你能用钱砸死我，但我信我能让你江家倾家荡产。你是个疯狗！老子今天要杀了你！少爷，管家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小子，你最好是自己跪下受死，否则让我出手，你会死得很痛苦。你一把年纪了，半只脚都踏进棺材了，为什么还不能老老实实做人？狂妄！这家伙是真无法无天了。不知江管家是青州4大高手之一吗？他不知道，我就让他死。等等，等等！你干什么？他一时糊涂触怒了你，给我个面子，我劝劝他，让他马上走。一雪，疯了，连江少的闲事都敢管？
我在街上被人欺负，他帮过我一次。爸，你帮说说情，放过他，让他走吧。谁说情都没用？他敢对我动手，今天就必死无疑。一雪，你让开，我今天看他能怎么打死我。本来好好的，你为什么非要给自己找事儿呢？因为我很强，用不着怕事儿。呵呵，还在狂，看老夫一招把你打成废人！小子，你这是要和我江家搏命吗？小小江家，在我眼里连蝼蚁都不算，也配与我搏命？狂妄！你知道江家什么实力吗？青州豪门第2把掐椅子，岂是你这种乡下人能比的？爸，别和他说了，让他滚吧！五手妇道。五手妇道。吴首富，吴首富真来了！吴叔叔，你来了正好，赶紧帮我出口气啊！吴天海拜见才王。什么才王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才王？吴叔叔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他一个从外面回来的打工仔，怎么会是才王？对呀，他父母双亡，刚从外面回来，还在待业呢，怎么可能是全球最有钱的才王？放肆！你们这是在质疑吴首富吗？没事，他们质疑吧，我给他们点惊喜，他们就不会质疑了。吴天海，你在财王集团是什么职位？报告财王，我是财王集团青州负责人。每一位首富都是财王集团的区负责人。哦，集团大了，我对这些事情也没怎么过问。我听说全球很多有钱人都欠我们财王集团的钱，你看看这上官家和江家欠我们的吗？好，我马上看看。报告财王，上官家欠我们集团300亿，江家欠我们集团1000亿。很好，马上让他们还钱。很好，马上让他们还钱。上官中天，听见了吗？赶紧还钱！吴首富，我们现在才投资100亿修建帝王大厦，手里完全没现金，帮忙通融一下吧。财王亲自发的话，你让我给你通融，你是让我不要干了吗？哎呀，财王，我跟你爸可是结拜兄弟，生死之交啊！对了，婚约，你和美娇的婚约立刻生效，我给你们举办最盛大的婚礼，怎么样？美娇，来，赶紧给你的财王老公说说。亲爱的财王未婚夫，我愿意履行婚约，嫁你为妻。呵呵，有找镜子照照自己吗？你也配嫁给我？我们有婚书啊。有婚书又如何？我看不上你，可以回你的婚啊，又怎样？你别过分了！过分？吴天海，在财王，让上官江两家还我们财王集团的钱，还不上就让他们破产清算。是。上官中天，听见没有？还不上就破产清算了。别啊！求求你了，财王，我们上官家好不容易才有今天，求求你手下留情啊！你刚才怎么说我来着？我跟你家不配，没有商量，破产清算。等等，没有商量，破产清算。等等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一雪，向一雪提亲吗？我可以答应把她嫁给你。不好意思，他认为我吹牛，不信我说的话。他已经错过机会了，你们整个上官家都已经错过机会了。吴天海，属下在。
明天我要听到上官家和江家破产的消息。明白。你比他们都好一点。你提一个要求，我可以满足你。不用了，我这一生就算贫尽，也不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傻吗？上官一雪吗？求财王大人，别逼我们破产啊！我才不求，是你们自己瞧不起人，自作自受。气死我了！我今天打死你！你再打他一下，我分分钟让你上官家从青州除名。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来找我，提一个要求，我会帮你兑现。不用了，我不想攀高枝。任何时候，你都可以来找我提一个要求，我会帮你兑现。不用了，我不想攀高枝。天哪，这可是全球最有钱的财王大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傻？如果不是你们嫌贫爱富撕毁婚约，上官家会走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吗？还怪我？谁把上官家逼得倾家荡产了？长官，怎么了？哪位是财王啊？我是，怎么了？你是财王，很有钱是吧？还行，目前好像没有比我更有钱的。果然狂，你是不是觉得有钱就可以目请一切了？你谁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想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想知道你是谁，有事说事，没事就滚。看来真是钱把你惯坏了。我先跟你做个自我介绍，我姓林，名叫林森，北境龙帅麾下9星战神。昨日我在北境接到消息，我林家被一打公诉所灭，回来查探找到你。我还在想，谁那么大能量，能在青州踏平我林家？原来你的背后身份竟是财王。原来你是林家的人，怎么，你是来找我报仇？原来你是林家的人，怎么，你是来找我报仇？你看起来好像一点不慌啊，你是不是觉得财王比战神要牛？你很可能忽略了一点，你只是北境战神，我是世界财王，级别都不一样，怎么比？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，你这里的青州是北境管辖？我只要一句话就能让你死。放肆！什么身份？敢这种语气跟财王说话？你谁呀？我乃财王麾下青州首富吴天海。区区一个青州首富，也敢跟我大声说话？抓起来！是。谁动了试试？真是阿猫阿狗都敢耍威风了。老王，老王，你怎么样？吴总，我没用。老王，你竟敢违背大人！你这种蝼蚁，以为杀个人是多了不起的事儿？哼，却不知我在战场杀人都是杀到手软，晚上都是枕着尸体睡觉。今天这里，你和你的财王都将是尸体。区区一个战神就敢这么狂了？什么？区区一个战神，你还瞧不起我？什么？区区一个战神，你还瞧不起我？的确瞧不起你，毕竟有资格拜我的都得是元帅级别，最少也得是受过勋的老战神。你这种新人，连跟我说话的资格都没有。你是有点钱被人把马屁给拍疯了吧？竟敢藐视战神！先给我带回去，看我慢慢收拾他。是。喂，等等！干什么？他又没犯法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！放肆！一个小丫头也敢管我的闲事，赶紧让开，
否则连你一起抓了。你们就算抓我，我也不让开。他是好人，你们就不该抓。一雪，你疯了，竟敢和战神大人顶嘴，你是不想活了？就是把他抓了正好，就省得逼我们上官家还钱。战神大人，你最好把他抓去枪毙。是吗？我要把他抓去枪毙了，你要不要陪睡报答？可以啊，战神大人，只要您瞧得起我，我求之不得呢。上官美娇，你个贱人，答应我的求婚，又这么贱跟别人睡。你连财王都斗不过，江家都破产了，还想娶我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战神大人，我要嫁给你，你赶紧把这个纠缠我的癞蛤蟆枪毙了吧。可以，小角色，干掉吧。还有他也得死，还有他也得死。放心吧，他活不了。他杀了我爸，杀了我哥，踏平我整个林家，这笔账我要清清楚楚的跟他算。挺好的，我身为财王最擅长的就是跟人算账。你想怎么算，我陪你。行，你等着我慢慢跟你算。给我带走！谁敢？你又想死了是吧？你抓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哼，知道啊，怎么不知道？天底下最有钱的人，据说财富可以买下大半个地球的财王，又怎样？财王不过是他的身份之一而已，他还有比财王更恐怖的身份，说出来都能吓死你。是吗？不如你说出来吓死我。老吴，别说了，财王，如果不说，他们就会对你动手了。你说我是谁，他也不会信。而且，这个世道已经很烂了，有机会铲除这些败类也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想看看他的能量，让凤凰来接我就行。什么？你说凤凰战神？你居然认识凤凰战神？你当你是当世的暗夜主宰狼皇了？我不可能是狼皇，但也许跟狼皇有点渊源呢。越说越离谱了。多年前就隐退在海外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就连大帝见他都得预约。你跟狼皇有渊源。再说，你就算跟他有渊源又怎样？凤凰战神乃狼皇接生红人，除了狼皇可命令他之外，天下人听说他的名号都得颤抖。你居然也敢用命令的语气！给我带走！给我带走！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！真是找死！一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斗不过拿枪的，你赶紧给他们认个错，赔点钱算了吧。赔钱道歉，我林家几条人命，一世名声。赔钱道歉能行？今日不将他千刀万剐，我枉为战神！打我的女人，先自打耳光道歉，我再跟你算后面的账。让我自打耳光道歉？你是疯了？没搞懂现在的状况吗？你不打，那就我来吧。找死！给我毙了他！幻战神，他这是暴反！你赶紧调兵抓他吧！你赶紧调兵抓他吧！是的，这下他彻底死定了。我马上就调兵来。王江战神嘛，我回青州了。这里有个家伙仗着武功高强，居然拒捕。你赶紧调兵过来支援一下。什么？凤凰战神也在？那真是太好了。刚才他还在说凤凰战神的坏话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等着。小子，这下你是彻底完了。凤凰战神就在青州，他们一来，你九族都得完蛋。幸好我不贪财，没有答应他的求婚。你智商应该580，或者能预知未来吧？不然怎么会看得这么准？后悔了吗？仗着自己有钱，继续嚣张啊！就是，有钱又怎样？比得过有势吗？还要逼我上官家破产？等凤凰和王江战神一来，你整个财王集团都得完吧？真是一群狗眼看人低的小丑。你怕吗？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爸妈真是生了个好女儿，虽有亿万女人想嫁我，但我只娶你，你觉得如何？一雪，别答应他，他会害死你的。
刚才我怀疑他是财王，现在我愿意跟他一起承担危险。放心吧，敢赌我的人，我永不会让他输。放心吧，敢赌我的人，我永不会让他输。继续装，等一会儿你就装不出来了。你这种可悲的蝼蚁，我是真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亲爱的，不如我们放松一下吧。放松一下？干什么啊？你闭上眼就知道了。好。真是过分，流氓！这简直就是丢我上官家的脸啊！我上官家没有这么丢人的女儿，赶紧给我滚出上官家！可是你说的，将他逐出上官家，别后悔。就是我说的又怎样？你以为你还是财王了不起，有毁掉我上官家的能力？凤凰战神和王江战神调兵一来，你就死了，我欠你的几百亿都不用还了。财王集团都得被灭了，还在指望我们还钱？你怎么不上天？哎呀妈，万战神，你赶紧打电话催一下吧！我已经受不了这个有点钱就无法无天的臭男人了。凤凰战神到，王江战神到。凤凰战神到，王江战神到。北境林森见过凤凰战神和王江战神，谁敢在青州拒捕？真是岂有此理！战神来了还转身就走，简直狂得无法无天！给我拿下！是。这下这家伙死定了！谁敢拿我试试？拿你又如何？等等，等等！战神，王江拜见狼皇。凤凰拜见狼皇大人。怎么，你们要抓我呀？不敢，我们都是您的忠实部下，怎么敢抓您？我们完全不知道您在这里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们还是问他吧。林森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竟敢抓狼皇大人！敢对狼皇大人无礼，我毙了你！敢对狼皇大人无礼，我毙了你！对不起，凤凰战神，我不知道他是狼皇大人，我不知道。你不是战神，很狂的吗？狼皇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在你面前就只是蝼蚁，求你饶我一命吧！饶你？你忘记刚才你是如何嚣张的了？你说就算我是财王，你有钱，你要让我生不如死。我真的错了，求狼头大人饶命啊！你哥林天豹嚣张跋扈，打死我妈，就是有你这个战神在背后撑腰，气得多少家破人亡。我今日饶你，岂还有天理？父皇，王江在。削去他的职位，带去白骨崖，你们亲自行刑，一人300枪，给我乱枪打死，打成筛子，带走。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那我们告辞了，有事您吩咐。去吧。老公，你竟然是狼皇大人！我的天，我的偶像啊！你不知道，我心里一直都视狼皇大人为偶像。我的未婚夫竟然是我偶像，太让人幸福了！狼皇大人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一定当你的好宝贝。狼皇大人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一定当你的好宝贝。滚！一雪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陪我回家啊！我妈一直都想我给她找个媳妇儿呢。等一下，可是我们都还没结婚。跟我去了，我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。
天下所有女人都望尘莫及的婚礼。那也是得你来迎娶我，再跟你去嘛。但我不喜欢你的家人，虚伪、势利，他们不配沾我的光。但还是他们养大了我，这份恩情我得记。也是对的。行，那等我来娶你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女婿慢走啊！我一定会叫上整个家族来欢迎你的。真是太好了，我要当才王和狼皇的岳父了。彤彤乖，在学校要听话啊。听话好啊，我喜欢听话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猜呢？你们别乱来啊！我要去送孩子上学了。孩子，以后让他叫我爸爸吧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刘东强是你老公是吧？是的，怎么了？他把你卖给我当老婆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吗？我说你老公把你卖给我了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他不会干出这种事儿。不会干出这种事儿，你自己老公心里没点逼数吗？有钱的时候就在外面养小三儿，没钱的时候就回来收刮你。这一次他输了100多万，把你和房子一起都卖给我了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打电话喊他回来问。你打吧，赶紧打，开好免提，我也好和他说道说道。哼。喂，刘东强，你是不是又输了钱？是的，输了100万。我把你和房子一起卖给了独眼。他虽然长得丑，但打光棍很久了，会好好疼你的。妈的，刘东强，你不想活了？敢说老子丑？妈的，刘东强不想活了，敢说老子丑？哎呀，燕哥不是，我是让他听你的话，听见没有，秦小燕？你以后是燕哥的女人了，要伺候好他。刘东强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你以前对我无微不至，骗我嫁给你，结果你吃喝嫖赌，连我10月怀胎都不在身边。我是把现在你还要把我卖了，你是人吗？我怎么不是人了？就因为你跟我过得苦，所以我把你卖给有钱人享福啊！燕哥打了这么多年的光棍，存了不少钱，你跟他肯定会很疼你的。你混蛋！怎么样，女人？这下相信了我是你的新老公吧？那是刘东强单方面的，我没答应就不算数。你不答应行吗？他钱都收了。再说了，跟我有什么不好？我还没结婚的呢。而且，我也确实喜欢你。你这小脸蛋儿，还有傲人的气质，让我很在意。赶紧的，别靠近我妈妈！小家伙，保持距离。把小东西给我带走，我要洞房。小美人儿，你就从了我吧。放开我！妈的，你谁呀？哥，救我！哦，原来是我大舅子。来，大舅子，你妹反抗的厉害，来帮我按住，到时候妹夫提拔提拔你。你在找死！妈的，还很屌！练过，小子，武功再高也怕菜刀。老子不信你是铜筋铁骨捅不进，想活命的自己跪下求饶。你捅得进是吧？来，捅我！好，是你自己找死的。妈的，你是没吃饭使不上劲吗？让老子来！也捅不进是吧？
那就轮到我了。小妹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你妹夫用赎钱借高利贷，把我卖给了这些人。对，是刘东强卖的，不关我的事儿，给老子住口！喂，你干什么？别过分了。老子可是龙门舵主的。龙门舵主什么玩意儿？赶紧住手！赶紧住手！怎么了？龙门可是咱们青州的大恐怖势力，据说跟境外和职业杀手都有联系。那个舵爷更是老变态，吃人肉的。什么？吃人肉？是的，据说他开赌场，很多人欠他的钱，那些还不上钱的，他就让人受偿，然后当成猪肉做来吃。这么凶残的吗？告诉你大舅子，今天这事儿，你要不给我下跪道歉，再把你妹送给我，舵爷肯定会把你剁成丸子。你不知道，老子就喜欢跟凶残的人玩。走，带我去找刘东强和那个舵爷。今天要不把这2个人渣给剁碎了喂狗，算我没本事。带我去找刘东强和那个所谓的舵主。今天要不让这2个人渣付出代价，算我混得差。哥，你别冲动。我说过的，小妹，谁敢欺负你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。走。下注，买定离手。开！是独眼，怎么回事？刘东强在哪儿？秦无上，你来干什么？来找你，2件事。什么事？第1件，跟我妹把婚离了。第2件，离婚之后，我要你自己打断自己的手，让你再也赌不了，剁了你的命根子，让你再也嫖不了。秦无上，你疯了吧？你一个打工家儿，敢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？是在外面打了2年工，把人打傻了吗？如果你不照办，就别怪我用我的方式解决了。妈的，你谁呀？知道这什么地方吗？敢来这里找事儿？暴龙哥，他来龙门找事儿，要砍舵爷。什么？他要砍舵爷？你昨晚是做了什么倒霉的梦？脑子里居然冒出这种作死的想法！什么玩意儿，也敢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妈的，翻天了！敢打老子！赶紧给我废了他！轮到你了，能打了不起了。如此不堪一击，哪来的底气嚣张？如此不堪一击，哪来的底气嚣张？舵爷不会放过你的。哦，还有个舵爷，你打电话喊他来，我将他一起收拾了。可是你自找的。舵爷，我在厂子这边，有个家伙仗着武功砸了场子，还说要收拾你。好，我等您。小子，你等着，舵爷马上就过来，看你怎么死！
你这么狂是没见过阎王。立刻给我对青州所有龙门势力进行抓捕，然后让青州地下龙头陈天六来见我。想装逼吓我，还直呼六爷名讳，让他来见你。你不知六爷乃是战神退役，靠山在战部的吗？就连舵爷都是六爷提拔的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横令六爷？一会儿就给我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着那个什么舵爷是怎么跪在我面前哀嚎的。你别过来，我答应你，跟你妹离婚。只是离婚还不行，我得阉了你！只是离婚还不行，我得阉了你！不要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离婚，我以后好好对你妹。你这种垃圾也配得上我妹？你妹喜欢我，你把我怎么样了，她肯定会骂你的。她就是在乎你，这些年才被你伤害欺骗，只要杀了你，她自然会幸福。哥，住手！赶紧住手！小妹，你怎么来了？多爷就是魔鬼，我担心你，赶紧走吧，哥。我刚才看见街上到处都有龙门的人出动，我都吓到了。爸已经没了，我不能再没你了。没事的，小妹，天塌下来都有我给你顶着。哥，算了，放过他吧。小妹，你还在对他抱有幻想吗？一个能因为赌在外面找小三儿，还把原配卖掉还债的男人，简直就是畜生不如！不杀他，不足以泄恨。不是我心软，我也想杀他，但是如果他死了，别人会说彤彤没有爸爸，我不想他幼小的心里有阴影。难道他活着，天天吃喝嫖赌，烂成垃圾一样，彤彤的心里没有阴影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活着会改正，我会对彤彤好，当一个好爸爸的。你已经不配了。你已经不配了。秦小燕，还不拉住你哥，到时候老子慢慢跟你算账。你还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救命！我不敢了。谁敢在我龙门放肆？舵爷，您来了，赶紧宰了他！这里就是你砸的？是，又如何？行，那就给我个说法吧。给不了说法，今天得把你剁碎了喂狗。老东西，没什么说法，今天就是来踏灭你。识相的自己了断，可少痛苦，可留全尸。要我动手的话，你会后悔自己来到人间。岂有此理！从来只要我剁人，竟有人敢骑我头上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鬼君，在，舵爷，剁了他，拿去喂狗。是。驱雷引电，你是神人境。你这种蝼蚁，又岂配知我境界？小子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不知青州藏龙卧虎，不知我龙门高手如云。不要客气，放你的阵出来吧。作死，就怪不得我了。列阵！哥别怕，我帮你报警。找死！找死！给我杀了他！
经修成神魂分身。说吧，想怎么死？你虽会神魂分身，又如何？我青州龙门有高手3000，势力遍知国际，而且我和整个青州的地下龙头六爷很有渊源，他背后靠的可是暗夜主宰狼皇大人。哼，那可是全球最顶级恐怖的势力。你动了我，天涯海角都逃不了。哦，陈天六是你的靠山，而且还靠着暗夜主宰狼皇。怎么，怕了？晚了。我来时已留保镖在楼下，半个小时若没我消息，他们便会发出飞龙令，调动整个龙门，甚至派出友军。六爷也必然前来帮我出头，到时你的神魂分身也必死无疑。你看，我的人已经发出飞龙令，千军万马都将席卷而来，你死定了！你看，我的人已经发出飞龙令，千军万马都将席卷而来，你死定了！我死定了，我挺害怕的。等你的人来灭了我吧。你不信可以试试。好，我给你机会，慢慢等你。哥，你赶紧走吧，你是有本事，可他们真的人多势众，你会寡不敌众的。有种的别走，你不是会神魂分身吗？等下你看看我3000龙门高手会如何屠你片甲不留。我说了不走，就陪你玩到底，玩不死你我是不可能走的。小妹，别担心了，到这边坐着，看看你哥今天是怎样把这些欺负你的人都踩到地狱的。谁不要命了？敢找青州龙门的茬！啊，六爷来了！张三剁恭迎青州地下王六爷。啊，六爷来了！张三剁恭迎青州地下王六爷。找茬的人呢？谁呀？就是这小子，仗着自己武功高强，目空一切，连您都不放在眼里。狼皇大人，青州地下王陈天六叩见狼皇大人！叩见狼皇大人！陈天六，你要砍我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是您在这里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忘记我曾怎么跟你说的了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你可以身在地下世界，但有4戒：1. 不可奸淫；2. 不可欺负弱小；3. 不可助纣为虐；4. 不可背弃兄弟。知道自己现在犯了哪一条吗？不知道，求狼皇大人示下。龙门这家伙，仗着龙门势力，无法无天，据说变态到吃人肉，还不上前的都肉偿，把人剁来做丸子。这种人，你竟然还为他出头！你告诉我这犯了哪一戒？对不起，狼皇大人，我犯了第3戒，我不该助纣为虐。对不起，狼皇大人，我犯了第3戒，我不该助纣为虐。既然你知道犯的戒，不需要我动手吧？对不起，狼皇大人，我是一时大意，我以后一定改，将功赎罪，求狼皇大人给我个机会。怎么，你是要我动手吗？我自己来。你龙门3000高手什么时候到？他们不会来了。这边没事儿，这边没事儿，让兄弟们别来了，别来了。是我该死，是我该死！我不知道您是狼皇大人，如果知道的话，就算让我给您舔脚趾头，我也不会拒绝。给我舔脚趾头？你是想把我脚趾头弄脏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，我愿做你身边的一条狗，求你给我一条生路。你听说过冒犯我的人还有活路吗？
不想我把你剁成丸子就自己了断？要我动手，你会哀嚎3天3夜不绝。我并不知你是狼皇，无义之罪，你为何要赶尽杀绝？那些无意冒犯你的人，你将其赶尽杀绝、剁成丸子的时候，有自问过吗？那些无意冒犯你的人，你将其赶尽杀绝、剁成丸子的时候，有自问过吗？小美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喂，狼皇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谁啊？5年前，你率暗夜军团袭击我地狱殿，将我地狱殿屠戮殆尽，这种深仇大恨的事都能忘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一生杀人太多，杀过之后就不记得了。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老子叫地狱黑魔。哦，有一点印象了。当时我记得你跪着求我，被我一脚踹飞冰川里，你没死吗？想不到吧，老子命不该绝，在冰川之下居然得了奇遇，遇到了万年一见的九头蛇，他咬我一口，让我获得了9命修为，直达圣人境界。什么？你遇到了九头蛇，修成了圣人境界，然后呢？你打电话给我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子要亲手宰了你！赶紧给我滚过来！你是不是傻？你都得了九头蛇传承，修成圣人，我怎么还敢来找你？我都吓得不行了，肯定得躲啊！躲？你能躲得了？我让你听点刺激的声音吧。哎，要给他听！老公，你别来，他是个丑陋的魔鬼！老婆！老婆！想他活命，就赶紧来上官家。你敢动他，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还在威胁我？放开我！给你半个小时，晚1秒钟，你就得见到他被领悟后的尸体。你等我。小妹，我有点事得先走一下。你们保护好我妹妹。若她出事，我要你们狗命！是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抱上狼皇的大腿就飞黄腾达了？没有，我压根就瞧不起他。我只崇拜你，只崇拜你。崇拜我？你这种蝼蚁也配崇拜我？那我不崇拜。我这么强大，你都不崇拜，那你去死！好久没杀人了，杀人的感觉真爽。你呢？崇拜我吗？崇拜？我这样的人物是你能崇拜的吗？说，崇不崇拜？不崇拜。我这么强大，你居然都不崇拜，死！魔王大人，请等等。怎么了？这女的长得还可以，求魔王大人赏给我享受享受。行吧？这些年跟着老子受苦了，拖进去好好享受吧。谢谢魔王大人。小美人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天堂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魔王大人，怎么了？
她的漂亮我也想得到，求大人赏我进去玩玩。修炼没这么运心，看着女人就骨头软。哼，和女人也是修炼嘛。我双修。行，带去吧。谢谢魔王大人。放开我！救命啊！我老公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救命啊！我老公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等等，魔王大人有何吩咐？这是狼皇的女人，我要亲自毁了她，方消心头之恨。是，那我交给魔王大人。来，狼皇的女人，咱们玩个游戏，可以吗？我不玩。玩不玩？不玩。你不玩游戏，我就让这里所有的人都来羞辱你。你玩还是不玩？玩。好，游戏规则是这样，我出题你答，如果答对了，你就安全；如果答错了，你就脱一件外套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好，你听题，1加1等于几？等于2。错。为什么错？1加1就是等于2。你是个傻子吗？我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给你吗？1加1其实等于3。魔王大人，1加1为什么等于3啊？你傻吗？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还会生一个孩子，所以等于3啊！果然还是魔王大人英明。赶紧脱外套！你在作弊，不能算。规则在我手里，我说你对，你就对；我说你错，你就错。脱不脱？不脱的话，我就让鬼兵来帮你了。不脱的话，我就让鬼兵来帮你了。好，开始第2题了。2加2等于多少？不答，你作弊。行，你自己弃权，继续脱。我不脱。不脱是吧？来人，帮他脱了。住手！在找死！老公，你来了。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事的。狼皇，你终于来送死了！上天给过你一次重生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珍惜？好好活着呢！你的意思是你能杀我？你是忘记我得到了9头蛇传承吗？别说你得到的是9头蛇传承，就算你得的是9头龙传，你今日也得死。很好，那咱们就试试地狱双降。来，你们先给我热热身，看他够不够我出手。是，大人。他是怎么了？这些禽兽把我姐那个王八蛋！今天不让你哀嚎3日而死，我就枉称暗夜主宰。大白天了，你还在做梦？杀！魑魅魍魉，休得放肆！不错，超出我的意料之外，有点能量。你现在跪下，给我老婆道歉，然后自挖双目，自断双腿，从此不入我东土，我还可以饶你一命。否则，你会后悔来到这个世界。岂有此理！既然你还如此之狂，那今日我便让这世间再无狼皇。元神分身，有点能耐。还在装？那就让你见见更大的能耐吧！雷击！
你说什么？九头蛇传承不死之身，很厉害。你竟以修成大圣！你是不错，可你的愚蠢在于你成长了，不知你的对手比你成长更快。我慕强者，愿拜狼皇你为师，终生听用。你忘记了我狼皇殿之训，犯我之人不配活着。求狼皇饶命，我等愿意归顺。尔等作恶多端，岂能饶恕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我都以为见不着你了。没事，我带你回家去找我姐。我也要跟你们走。你说什么？爸也死了，家里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求你带我一起吧。现在要我带你一起走，忘记之前不知我身份是怎么嫌弃、羞辱、践踏我的了。要不是你的有眼无珠，此刻跟我叫老公的那个人就是你，而不是你妹妹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，好好做人。妹妹，你帮我说情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吧。我一个人，我怕。怎么？你是要跟我一起嫁给他吗？怎么？你是要跟我一起嫁给他吗？不是，我知道我没有资格，我只是想跟你们一起，哪怕伺候你们都可以。老公，你看呢？她也遭受了侵犯，一个女人也怪可怜的，带着她吧。谢谢妹夫，谢谢妹夫，我以后一定很乖很听话的。走吧。站住！就是他！周队长，就是他打的我，让我命根子都废了。给我铐上！等等，你还干什么？我想问你凭什么抓我？顾少刚才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他说的够清楚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打废他命根子吗？为什么？他在大街上用迷药侵犯女孩。哦，对了，人证还在。老婆，还记得这个混蛋吧？记得。当时若不是老公你见义勇为，我就毁在这畜生手里了。原来这小子英雄救美得到了你，很好。那今天就把他抓进去废了，我再继续霸占你。还在等什么？给我抓起来！还在等什么？给我抓起来！你们要抓我，得知道后果。是吗？抓你还有后果？什么后果？就是我顾家可是青州第一隐士家族，我哥才刚在北都升任大帅，连战神都得给9分面子。抓你这种蝼蚁还有后果？是吗？你顾家有这么豪横？你以为呢？我敢带人来抓你，没有我的底气？你以为你有点背景就不得了？不知道我妹夫是什么身份吗？比你强多了。你说什么？他的身份比我强多了？你是在逗我吧？谁逗你了？我妹夫有2个身份，随便哪一个都比你牛，你敢抓他试试？什么？还2个身份？来，你说出来吓吓我。我妹夫可是……别说了，他要抓我就让他抓吧，我倒想看看他的能量。我最喜欢将权贵连根拔起了。呵呵，装，先带走，老子都要看看，关局子里去了，还能不能这么贼呀？这俩女的呢？我上次没有得到的，这次必须得到。你把男的抓走就行了，这俩女的都留给我吧，姐妹花是吧？我最喜欢。小美女，这次你总算落老子手里了吧？小子，你敢打顾少，找死！小子，你竟敢拒捕！你真当你能抓得了我？
抓我，你知道老子是谁吗？顾少，赶紧给你哥打电话，派支援，派支援！好，我马上打，马上打，快！哥，赶紧给总督府打电话，我这里遇到了一个悍匪，不但拒捕，还把青州卫的周队长打了。好，你赶紧打电话。你们把他看好了，我哥马上就让总督府派人过来抓他。你喊总督府的人来是吧？那我也喊2个人来给你看看。你喊人，在青州你能喊人镇压我顾家，老子就不姓顾。等我的人来，你确实姓不了顾，你得姓施，叫尸体。青州顾家据说在北都升了大帅，刚打电话让总督府的人来抓我，我担心吓到我老婆。你给我把4大天王、9大战神、18王者全都喊来，让他看看我的能量。你给我把4大天王、9大战神、18王者全都喊来，让他看看我的能量。你好好等着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惊喜大礼。你吹你爸爸的牛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狼皇殿的暗夜主宰狼皇大人吗？还他妈4大天王、9大战神、18王者，真是笑死老子了！你猜对了，我就是那个全世界都闻名而且恐怖的暗夜主宰狼皇。所以我才说从今往后我不再姓顾，你得姓施。你吹，使劲儿吹！等下总督府的人来，你就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我顾家能不能惹了？哇，我好怕！你都吓得我差点尿尿了。装，继续装，等下人一到，你看我怎么当着你的面玩你老婆，让你感受到身为男人最大的悲剧和失败。真是无限作死，逼老子揍你！你他妈知道吗？你今天惹到了阎王，不是魔鬼。你一生悲惨的命运都将从现在开始。你个疯狗，放开我！等我哥的人来，会杀了你的。是吗？那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！住手！赶紧住手！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！住手！赶紧住手！总督大人，您来了，赶紧抓了这悍匪！他居然冒充狼皇，毒打顾少，连您都不放在眼里。是吗？这么无法无天，我看他是猫有9条命不成？总督大人，赶紧把这狂徒拿下，帮我报仇！顾少放心，顾大帅特地从北都打来电话，让我必须亲自出手，严惩恶徒。今日我必不会放过他的。赶紧的，立刻！我要他死，他活着1秒钟我都觉得难受。顾少别急，对于最恨的人，千万不能让他死太痛快，得抓起来，像猫玩老鼠一样，慢慢的玩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帮我抓起来，我亲手玩死他，再玩死他的女人。今天我得打烂你这张嘴！岂有此理！在本总督面前还敢行凶！总督位给我拿下！谁敢拿我主上？见过主上。怎么你一个人来了？我离主上的位置最近，其余兄弟都在火速往这边赶来。好吧，这些人喜欢以势压人，喜欢讲排场，我今天就讲个排场给他们看看。什么人
竟敢无视本总督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！你是青州总督吴长青，大胆刁民，竟敢直呼本总督名讳，你是不想活了？传言你在青州一手遮天，官威很大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名不虚传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配管本总督的事？我不配。现在，你觉得我配了吗？岂有此理！敢打本总督，赶紧给我抓起来！谁敢拿我试试？什么玩意儿？等等！啊！凤凰令，您是地宫凤凰战神？您是地宫凤凰战神？你不是要抓我的吗？来，让他们动手。不敢不敢，凤凰战神，您可是我上级，我怎么敢抓你呢？都是误会，误会，还不赶紧退下！你，过来。凤凰战神什么吩咐？你抢我令牌丢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求凤凰战神饶恕。小小战位也逞威风，敢丢战神之令？你这种人，要是遇到弱者，还不要人命。我能让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对正义的亵渎。杀了你的人有意见吗？没，凤凰战神高兴就好。我高兴就好是吧？那你自行解决吧，这样可以让你死得有尊严点，省了很多痛苦。凤凰战神，我何罪之有？你要让我死？何罪之有？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到这里干什么来了？这里有个暴徒打了顾少，还嚣张拒捕，打伤执法卫。我率人来抓他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可大了。什么问题？当然有问题，而且问题可大了。什么问题？问题就是，你并没有问任何青红皂白，就随便抓人，有徇私枉法的嫌疑。你一介平民，你敢质疑我徇私枉法，算什么东西？放肆！凤凰战神，你过分了啊！什么？你说我过分？虽然你是战神，在北都就职，比我高一级，但今日之事可是大有来头。哦，是吗？还有大家头？当然，今天我是帮顾少出头，而顾少的大哥顾天恒乃是北都大帅，比你还高一级。你觉得今天这事是你能管的吗？顾天恒，哦，好像听说升了大帅，大摆宴席，威风得很。原来你是抱住了他的大腿，才这么嚣张。是吗？打你又怎样？凤凰，你是非要逼我是吧？逼你又如何？区区一个总督，还敢跟战神叫板了？这女人真是太狂了！吴总督，你别怕，我马上给我哥打电话，让我哥来收拾她。赶紧打，赶紧打！区区战神竟敢挑衅大帅，今日若不见他拿下，就地正法，天理不容！哥，你赶紧的亲自来吧，这里有个战神，居然不给你面子，连吴总督都打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赶紧的！我哥对我真是太好了，居然已经坐战机回来了，马上就带人过来。女人，你完蛋了！我哥一来就撤你战神之位，然后我要用铁链把你揪起来玩玩你。女人，你完蛋了！我哥一来就撤你战神之位，然后我要用铁笼把你揪起来，玩死你！凤凰，休得放肆！你真知他是大帅之弟，还敢动手？今日我就打了大帅之弟又如何？让他来灭我！真是疯了！小小战神竟敢叫板大帅！谁在叫板我？顾大帅，您来了，您再不来都翻天了。是的，大哥，你再不来我就没命了。
谁敢要你的命？我要。凤凰，顾天恒，你还长了眼睛，认得我？岂有此理！我乃大帅，你不过战神，你竟对我直呼其名！我眼里只有大帝和狼皇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哦，狼皇，原来你还仗着自己背后有狼皇才如此猖狂？难道你不知狼皇已消失多年不见，你却还想借着他的威风不可一世？狼皇大人为国为民，立下汗马功劳，连大帝尚且敬仰9分，你不过以后起之辈，竟敢对狼皇大人如此不敬，就凭这一点，本战神就能拿你问罪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狼皇立功时也不过仙人境界，而本帅天赋异禀，30而立，修到圣人入门。别说狼皇已经消失，就算他现在站我面前，我也能打得他跪下，以我为尊。什么？你要打得我跪下，以你为尊？什么？你要打得我跪下，以你为尊？你谁呀？我就是你要打的狼皇秦无上。来，我想看看你怎么后浪推前浪。你说你是狼皇？你不信？少在这里装了。狼皇早已隐世冰川，多年不出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照照自己，全无将帅之分，平平无奇，也敢冒充狼皇？来人啊！对，此人疯癫无仗，冒充狼皇，给我拿下问罪！是。谁敢动狼皇？你们还搭档着演上了，知道在劫难逃，想用假狼皇当护身符？假的？我堂堂战神所会有假？从我来，此人就在一边，没有任何存在感。突然之间说自己是狼皇，这天大的破绽都演不过去，简直枉为战神！来人，给我将假狼皇和凤凰一起拿下！我看谁敢动！站住！哪支战队的？滚！你说什么？你不知我是北都大帅吗？岂有此理！竟敢对本帅动手！不想活了！4大天王之元霸，9大战神之杀天，13王者之狂虎，拜见无主狼皇！什么？是真狼皇？怎么？你要抓我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狼皇不是在冰川归隐了吗？我想出来散心，你管得着？自己说吧，想怎么死？就算你是狼皇又怎样？你都已经离朝，手无权证，还能把我怎么样不成？沙天，在。狼皇大人，大帝送我的东西带来了吗？带在身上的。狼皇大人，请直见。什么？至尊剑？什么？至尊剑？你认得至尊剑，也该知道至尊剑代表着什么吧？即便如此，我无罪，你又凭什么拿我？至尊剑在，就是圣旨。何况你只手遮天，顾家作恶多端，我有10000种理由拿你。说吧，是自己跪下受缚，还是要我动手？狼皇，我可是北都权贵新星，有我的势力，大家各让一步，日后还能互相战招。非要逼我，可是猛虎出笼，2败俱伤。就凭你，也配与我2败俱伤？你不过金仙境，我已入圣之门。就算你这里4大天王、9大战神、13王者一起上，我又岂在话下？你这是在逼我将你们团灭！真是无知的可以，很好。那我今天就给你个机会，你跟我1对1单挑，你打过了我，我饶你不死；打不过，我让你活得比狗不如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是我说的。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去死吧！
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会内奇化物，一成大圣？我说了，你的见识永远都只是井底之蛙。现在还有何话说？是我浅陋，有眼不识真龙，还请狼皇大人饶恕。你来朝小，未曾见我，也该知我传说。这世上有哪个犯我之人还活着？吴长青拜见狼皇大人，愿为大人效权法之劳。你不配。现在，顾家还有什么靠山？喊出来灭我的吗？没了，狼皇大人饶命啊！我还不想死。你不想是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把他们都拖走吧。是。老婆，没吓到你吧？没有，我觉得老公好英雄。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你竟然是世界大英雄狼皇大人，我觉得好惊喜，好幸福。本来应该我嫁给他的，可现在我却叫妹夫。狼王大人，还能给我个机会吗？滚！老婆，我们走吧。